歡迎嚟到選舉快訊。今日我哋會睇下保險界、社會福利界、地產及建造界、旅遊界、商界。第一，商界；第二，以及商界；第三嘅候選人名單。先睇下保險界，有 IN1 陳佩良、IN2 林日東。社會福利界有 K1 方富輝、K2 朱麗玲、K3 陳文儀。地產及建造界有 L1 黃浩明、L2 趙式浩。旅遊界有 M1 江文慧、M2 馬日超。商界第一有 N1 李家聰， N2 林偉全。商界第二 P1 姚祖輝， P2 黃兆基。商界第三 Q1 嚴剛， Q2 張其騰。選舉快訊報道完，拜拜。